测试，麦克风测试，麦克测试，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
我们仍然能够很自由的来到神的圣殿，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因为我们看到欧美的国家，特别在欧洲，他们现在又比冬天我们上一个2、3月、3、4月的时候，他们有更严格的这个宵禁啊。那我们就知道冬天到了，秋天、冬天到了啊，好像这个病毒好像他们又开始活跃起来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神啊，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安度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哦哈。好，那我们只有这首歌，我们就唱这个副歌的地方就好哦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这位神，他是保护保守我们，他是拯救我们，是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顺畅呼吸的神，是这一位是永远不放弃我们纵使我们人可能我们会做错事，但是他给我们应许，他要赦免我们罪，给我们再一次机会，因为他是恩慈的主，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哈利路亚这个来呀来呀来呀来敬拜我们的神，来敬拜，来赞美他是公义、信实、慈爱的神。我们一起来唱，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简单的短歌。原来是我们离了神，愿我们能够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标准。若是我们离了神，我们就再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愿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向神来认罪，我们再回到我们蒙福的这个位置上。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
主，我们离了你的标准，主，我们让圣人忧伤。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你光照我们以后，主，我们真的是快跑来跟随你。我们快跑再一次说，主啊，给我们再一次机会，我们愿意回转，转离我们的恶。主，我们回转来归向你。恳求你给我们再一次机会。主，你是恩慈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一起来守望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这个城市，台湾这块本地的宝岛。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应许，请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呢？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这句话到最近圣经版本有很多的修正，特别修正到它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在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遇见试探，但是不叫我们变成那恶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好像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就换了一个脑袋。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城市也是一样。当我们还是一般的平民、一般的人民，或者是我们还只是这个反对党，可是当如今我们今天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不一样。原来我们说主啊，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让我们遇见那恶者。但是主啊，当我们在一个位置的时候，主，我们自己就是那恶者。愿我们的国家愿意顺服在神的国度、权柄跟荣耀，也愿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特别也为我们自己，怎么样子来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怎么样来参与我们的社区，使我们的这周边的世界更美好。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守望这块土地，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主啊，你在100多年前，甚至400多年前，主赫然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主啊，你的福音就临到。但是主啊，经过400多年，主，我们信主的人还不到20%，还不到20%。主啊，我们的生命实在已经饥渴慕义你。主啊，但是主，我们是软弱无助。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主啊，你的选民。主啊，今天在这里祷告，以及主在网络上我们一起祷告。主，你自己选召的、拣选的。主啊，我们不起来祷告，我们还期待谁起来祷告、来守望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语，主啊，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自己真的不要成为那恶者。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聪明如蛇，善良如鸽子。主啊，愿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真的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愿意与主同行。真知道有一位神，真知道要敬畏这位神，因为主啊，我们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执政掌权者都需要主你的智慧。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国家，保守这个美丽的宝岛，这美丽的宝岛唯一的盼望就是主你的福音。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需要，因为这是神所在乎的，神在乎你我的需要，因为这是他话语明明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在乎而已，他还有能力，他有全能来帮助我们。他不是听一听，像我们常常听人家的需要，听一听就说啊，我为你祷告，这样而已。不是，我们的神是全知全在，更重要是他是全能的主，他在乎，而且他愿意，他有能力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请耶和华。
教育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发生，可能越来越走向我可能会遇到许多的事情，不是我能够战胜，但是这一位战胜统帅，这一位是我们得胜的主，他让我们仍然可以安稳休息，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来，我不能，但主你来，求神你来，主你来帮助我。这5方面，这5方面除了身心灵、婚姻、感情、产业、事业、工作、学业，还有人际关系，主是全面的，他的赐福更是全方位的，好不好？如果你有需要，请有人来代祷，请你就起立。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同传紫色背心的，他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你就站起来，或者是到中间的位置或2旁站出来，或者是你手你的信心，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或者是你觉得需要神特别来扶持你的，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有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主啊的需要在你的面前陈列，因为主啊你关心我们，主啊你知道你的儿女们，主啊不管在身体，在他们的事业，在他们工作，在他们人际的关系，在他们的心灵里面，主啊那些不平安，那些动荡，主啊那些使他们的惊慌失措的，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伸手扶持来医治，主啊你来亲自来带领跟支持，主啊你来引导，主啊你来引导你的众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纵使在大风大浪中，主啊你在我们的船上，甚至主我们要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船上，因为在你的船上，主我们就有平安。谢谢主，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中如一艘船，有主你在我们船上，我们就能够平安度日，是全方面，是全方位的，因为主你的赐福是完全的。谢谢你，你给我们的应许会应验，就是主你的心意，是赐平安与喜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我们今天主日来守望，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请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为几件事情，除了我们个人在灵命与神的关系，也为教育部的事工同工，以及今天是很重要是迦南教会所设立的正命教育协会会员大会以及志工大队，我们对社区的一个桥梁不管是这个改选，或者是下午的会议，都是很重要，关系2年，因为我们现在是2年才选1次，也为这些会议跟今天依然有医疗咨询，一切都在神手中。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在，是因为他们昨天晚上他们就去退休会，也求神的亲自带领。那总务部的带到，下个礼拜是主事5周年我们各项的事宜在博业的地方，求神来带领。是下个礼拜，我们不只是感恩，不只是我们来前瞻我们将来的路，我们更是在会中，我们使神的福音进入到每一个福音的朋友的心中也求神来荣耀可以主的名，跟总务部各项的事工也愿我们在迦南教会的各项事情可以管理好教会的每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以及在我们的教会各项的事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你让我们在这里用你的名设立迦南基督长老教会，主让我们就聚聚一堂，我们跟你更深的连接，主也是教会所，我们是你的自己，主我们就是互相来帮助，我们互相真的是能够在主的事工上能够神意的求神你赐福带领。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
让我们分别为圣，今天专心在这里。主啊，我们一心一意来敬拜你。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都能够荣耀神，可以对人有帮助。我们也要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主祷文，我们一起要这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的名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鼓掌。到处崎岖，前往深处，但我知道心中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因为你的慈爱
是天君在身边。坐在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你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再一次，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王之王。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双眼，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自由的来敬拜。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
显着你，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和散那归至高神主耶稣，和散那归，和散那归至高神主耶稣，和散那归，至高神。和散那归至高神主耶稣。主耶稣，你的圣名是向我们诉说上帝必要拯救，上帝是我们的拯救。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的生命多么的脆弱，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大大的呼喊，大大的呼求。你早已预备你的救恩，要给世上的万民。当我们大大张口，你必大大充满。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若没有你的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主，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用歌颂赞美来到你的宝座，为你预备好你的宝座，邀请你在这边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同在，我们就无所惧怕。即使是在风浪当中，是在敌人的威胁当中，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翅膀荫荫底下，能够安稳。主耶稣，每一次的敬拜，愿你悦纳。每一次我们聆听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认识你的真理，领受你的真理，让真理叫我们身心灵得着自由。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今天这主日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主日。我们在第二场主日聚会由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同工一起来服侍。愿主来赐福让我们透过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全人就是从儿童一直到乐龄，那我们透过这一个成为一个对社区、对我们政府的一个窗口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这样的协会的会员。那在第一场礼拜结束后请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会员在2楼礼拜堂门口来签到。那不刻留下来投票的请写就是委托书。那第二场礼拜我们结束后会举行会员大会，然后改选我们理监事。那请我们的新任选出来的理监事在吃完饭后中午爱餐完
1点半到401教室来召开理监事会，要来推派新任的理事长。那理事长这些的常务理事长等等选完之后，志工队的干部要改选，也请我们志工留下来投票。我们今天这主日也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我们关心代祷奉献。我们在11月1号举行今年度的第6次的圣礼典，如果要受洗报名的到今天之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传道部的报告，我们在下主日我们10点半会准时在博宴餐厅，在德华街，就你中山路，然后碰到国际路那边进去的德华街128号，我们在那边举行55周年欢庆的感恩礼拜，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日特别我们到10月16号截止，我们有我看一下我们有814名来报名参加，其中有很多是慕道的朋友，我们邀请设定的对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参会，不是只是一个参会，而是能透过信息，透过生命的见证来看见我们教会过去对这个社区、城市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也呼召他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预备心，特别是为当天的这些的整个程序整个礼拜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所有的这些的长子们长老特别请你们着甲种服装那分配的工作都在第6页第6页。那我们请弟兄姐妹自行前往。我们大概10点10分就会开始进场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在早9点左右就会开始到达会场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组请我们同工要早一点到场。那弟兄姐妹不要等到10点半好吗你尽早入场那我们会安排这些的座位因为800多人一起要在那边敬拜，在那边用餐是在次序上，所以我也呼吁大家如果你有带这些慕道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我们可能提醒在可能牧师讲道或者在程序礼拜进行的时候请他们可以安静那我们一起来享受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礼拜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让圣灵来感动他们的心。我们今天会有医疗的咨询，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那我们在文昌公园市立图书馆进行的医疗关怀咨询服务这些同工有李应琛医师，有韦斌医师健康咨询的同工，志工队第1队。欢迎，如果你等一下，如果做完礼拜有时间的你可以一起参与，说看看我们教会对这个社区城市做了什么你可以透过你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那我们今天会先举行敬老，因为下个礼拜到餐厅不方便那我们年满70岁的请你站立起来好吗？70岁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感谢主那会员有会员的权利，就是说，如果你是会员超过70岁的以上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敬老金敬老金，所以我鼓励，如果你还不是本教会会员的请你可以把握机会成为转籍或者是受洗成为教会会员。那我们也自证了，哇，这古贵每一年大家都在期待的都在期待。
好，你拿到了就可以坐下就可以坐下。楼上楼上还有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哦。你不要拿到那个安哭柜说，唉，我70岁了。你要拿到，感谢主啊，让我充满了恩典。虽然有顺境逆境，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个白发之年岁的冠冕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楼上还有没有拿到的哦？好，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嘛，为这些年长者来祝福哦。主啊，生命在你，盼望在你，力量也在你，赐给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拥有如同加勒的力量。虽然他们在年长，但是也成为一个热灵，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不只是热灵，并且要热火，每一天充满盼望，直到见主面。谢谢主，让我们生命真的是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发出馨香之气，被主来悦纳，也能够成为你祝福这地上我们所接触的亲人的管道。愿你赐福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好，都有拿到了哦。好，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这里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读2遍。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3章16节再一次，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3章16节。好，记住我们下个主日在这边是没有聚会的没有聚会的。我们有预备桌了，如果你真的还没忘记报名，还没有报名赶快我们预备桌如果完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名额了我们预备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多种的多说，少种的少说，不种的就不收。我们献上感恩，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你，谢谢你又赐给我们一天的生命气息，也让我们能够有健壮兴旺的灵魂体在这里敬拜你。主啊，也谢谢你自己在迦南教会成立了这志工队，你透过这志工队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你也在这志工队里面，你也透过这些志工来真的是吸引在我们这个社区中的各个年龄层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来真的是能够来有这机会来认识你。主啊，也愿你也将你拣选我们的这样的恩典，也能够赏赐给这些人。主啊，志工队是你自己要荣耀你名的，愿你自己继续来扶持志工队，来赏赐给我们所需的这一些人力，还有我们的智慧，这一切都需要主你来扶持。我们现在将我们的时间、金钱还有才能都奉献给主你，来做你圣工的使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下，彼此祝福说：上帝的话语是你的力量，上帝的话语是你的力量，上帝的话语是你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就要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上帝的话语要记载在诗篇17篇1到15节，诗篇17篇1到15节。这里如果我们是和合本的这里有标注说这个诗篇的主题是投靠耶和华者得脱恶敌。投靠耶和华者得脱恶敌。前情摘要，还有前情摘要吗？有，因为写这个诗篇的是大卫。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写了诗篇呢？这一篇17篇呢，也就是当大卫努力为他的主子所谓的我们现在说老板，他的上司尽心尽力往前冲的时候，那么胜利回来的时候民众就欢呼扫罗就是第一位以色列的王，说杀死多少千，但是大卫杀死多少万，哇！这个主子这个老板一听心里就生什么嫉妒，而且害怕、焦虑，以至于他自己就变恶者。本来神选他第一位以色列的王，是要带领这些神的百姓，而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以后，他自己竟然成为那恶者，来追杀一向为他这拼命的大卫，而且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大卫呢，我们看到他后来大卫他自我防卫，他并没有机会可以杀这一位他的以前的这个顶头上司老板，有机会杀他的时候，他说怎样？不，我只有割下他衣服的一个角。他怎么说？这是神所膏立的，我不出手，我只要让他知道怎么样，我有机会，只是我因着主，我不这么做。那么这位大卫他写了怎么样的诗呢？就是今天这一首。也是一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追杀过？你有没有被背叛过？你有没有被取消过？现在取消文化很畅行，就是在网络上，你只要一个言语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群体就来怎样取消对你的爱，取消你的各种资格，取消原来对你的敬重。你有被这样对待过吗？如果有，检查自己，我是不是得罪神？如果没有，主啊，愿你来。这一首很有名的祷告，成为很多人的安慰跟帮助。帮助就是主啊，我知道我对焦于你，我虽然一无所有。这个大卫这个时候是一无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呢？一无所有吗？不，你是神所爱的，因为我们却是一无所缺。今天这个祷告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就是用这个来当我们的祷告用今天这个，不管你用什么版本，我们就是大声来读出来，跟音乐牧师不同版本也没关系。好，我们一起用这个来祷告，请耶和华
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上帝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心满意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们在困难时的祷告。我们什么时候会祷告？我们向谁祷告？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我们就是向这一位心系所爱。我们是神所心系所爱，那么神是我们心系所爱的吗？取消文化原来是一件好事。在康轩文教集团的这个董事长，他去中国大陆回来以后没有这个卫福部没有符合卫福部的居家检疫，那么他的员工就被质疑可能去检举，以至于在他们的公司这一位员工就被公开羞辱，被集体的排斥，甚至于很多人就盲从董事长对这个女的职员就是有一些言语或非言语的伤害，以至于被离职这件事情。而很多人就取消了对康轩的敬重，特别还有大同工学院也取消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名誉博士，类似这样取消。原来这个取消文化用在这个事情上，后来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这个女的职员后来她得到了和解。这个女的职员本来是在强权之下的很大的受害者，她得到的这一个和解之后，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愿这些受害者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帮助，而不再被压迫之下。”这是我在这里的恳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曾经被压迫过吗？还是我们现在就是被压迫？我们要向谁求？求什么呢？还是我们正是像这样子被取消的文化？因为牧师刚刚有讲，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取消的文化，来抵制一个做错事情，或者是觉得
一个做教育的怎么能够这么没有品格，以至于让他愿意屈服，让他愿意认罪？但是现在在网络上取消文化已经变样了。如果你的言语跟别人不一样，那么大家就群起公开羞辱你，甚至集体的排斥你，还有盲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离你很远吗？哦，还好我没有用网络，没关系，跟我没关系，是这样吗？你有没有过在你的家族里，你讲到政治，跟你不同立场，然后呢，一顿饭，一个言语，本来跟你很 match 的，本来是跟你是很交心的，你所有过去的一切都被取消了。所以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女作家。哈利波特跟150几年很有名的人，他们群起在网络上说：“我们不要被取消文化所霸凌。”你们有经历过这样吗？我原来对有一群人，我真的是付出我的生命、我的代价对待他们，但是就因为一个我们觉得真理不对的，我们不愿意站在这样的时候。你转身的时候，甚至你还没转身的时候，你就被取消了。你过去一切做的事情，对他们真心诚意的带领的时候，你就被取消，说不，你不再是我尊敬的牧者，你不再是关心我们的小组长或区长或长子，甚至于我们的儿女们，你不再是我爱的父母，因为你的观念跟我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曾经这样被取消吗？被取消不是被取笑，其实也是被取笑。我们有被这样子所谓的盲目的大众，我们有被压迫过吗？我们向谁求？我们当然是向这位我们的上帝，因为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要认识所有源头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大卫一样，我们后来发现神是站在他这一边。虽然你是少数，但是如果你是在真理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虽然一无所有，但我们却一无所缺。我们有这个满足的福气。我们真的一无所有吗？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跟神求？当然是那个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一无是处。我现在，我看我的工作2.2万而已，2.2万是怎样？有的人还没工作啊，对哦。可是那没工作的人是怎么样？就是时候还不是神让你还活着，还能够呼吸这个无价的空气。我虽然一无所能，但是我有全能的神啊！我向着全能的神求神来帮助，或者是你感觉是像大卫一样，暂时感觉这个好像神不看你了，神怎么没有站在里面这边，神怎么没有出手的？但这都是短暂的，因为终有一天神的时候到，神也要他的拯救到。这是很有名的，很有意思的。1919年寄出的信，竟然2008年才收到，这个人早就已经不在这世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信都可以延后这么久，神的应许有没有可能延后？有。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神的复国以色列，几千年呢？你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早就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死不是真的死，而是我们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今天读的最后一个经节有吗？第15节。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得见你的面的时候，我就心满意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眼睛所看的是今生而已吗？还是永生呢？神爱我们，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我要呼求。今天的大卫，他呼求神，因为这位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主啊，你来听，求你听，求你侧耳听，留心听我这个发出来的这个恳求的声音。主啊，因为你的眼睛会看，你眼睛会看我的公正。如果我不公正，求神你来帮助我来调整，因为这一位是公义的神。我们向神求的这一位是公义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少数关键少数，在我们的公司行号，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
跟我们的价值观当然不一样，当然我们的眼光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看的是那个永生。那么我们遇到所有一切挫折怎么办？我们就呼求神吧，像大卫一样呼求吧，求他来庇应我们，因为主曾经帮助我，主你曾经应允我，而且你用右手拯救我，主你也保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就知道神不是曾经而已，神不是曾经救你而已，他将来也救你，而且必定救你，而且救你到底，因为这一位是怜悯的主，是公义，是怜悯的主。我们不向他求，我们向谁求呢？向谁求是有办法的呢？当然是要向这位求，因为他是可以打倒恶人。但应验牧师今天有讲，恶人如果是你自己，你要小心。所以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光照我，我是不是离了你？主啊，求你起来，主啊，求你用你的右手帮我脱离这世上的人。但是第4行，也就是第14节，这是他的祷告哦。我们一起来读第4行，好吧？第4行就好。脱离那情，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竟然最后求到说：主啊，这些今生有福分的人，你把财物都给他，因为他只看今生。那么主啊，你就给他什么财物都给他，没关系，因为主我有你就好。他要强，他要设计你，他要一切的一切。主啊，若是你允许，都给他，因为我的眼睛不看这里，我的眼睛是看那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最后的祷告是这样吗？这也是耶稣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他教导我们要为我们的敌人怎么样祝福祷告。我们愿意吗？那害我的，那让我被取消的，那取笑我的，主啊，若是你允许，都给他吧，因为我有你，我就心满意足，因为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求告的，你所投靠的这位神是公义的吗？是怜悯的吗？是与你同在的吗？如果是，我们就不怕，因为有一群人他追求今生的祝福，但我们是另外一群那追求永生祝福的人。那么我们就一无所缺。虽然世人觉得我们一无所有，但感谢神呢，一无所缺。真的，这是多么有福气！因为我们可以向这位神，大卫向这位神，他来陈明他自己，他先检讨他自己口中，连他自己的口中都不要来得罪神，而他更曾从神的口中所说的话为标准，不是我自己说了算。哎呀，我又没有犯什么错啊，我那个也不过是小错，很抱歉，小错就有一个错字。也是错，所以今天大卫再次求主，愿我在口中跟口中，就是我口中所说的话，有没有跟主你口中所说的话语对齐？还是主你的话语是这样，那我口中说的是这样，那么很抱歉没有对齐。愿我口中跟口中是对齐的，愿我主你的口中跟口中当中两口之中。愿我的行为是合神你心意，使我是无愧的。我们要自己检讨，我一无所缺，是因为我无愧神所教导的，我没有不对准神。我们向神来祈求，因为神要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说？这些凶狠的人呢，主会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甚至围困了我们，甚至瞪着我们，甚至怎样推倒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是没有害怕的，因为这一位神，他是帮助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怎么帮助我们？就是到老。我们知道我们的德福，我们这些长辈，他们其实是会害怕什么？害怕面对人生最后，
而我们透过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就来做几件事，让他们没有惧怕，让他们知道原来我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来看这期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怎么对这社区的人来服侍。小刚拢来哦，我真少有困的。因为这里很充实，我家医生真的还觉得现在最幸福。好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很多社区的朋友，特别是长辈，当他们在担心他自己要老去、要死去的时候，他们来这里觉得这一生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兄妹，一对兄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要5天不容易，我们需要很多的志工，而且全民生命教育协会今天就是我们要选理事长，跟我们要志工队队长，真的很需要大家。我们真的是投入。真的是，我们虽然一无所有，我们却一无所缺，而且我们可以怎样施比受更为有福。愿我们都能够在全人生命教育协会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实践神对我们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大卫他向神来陈明，主啊，愿我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不只是每一天醒来的时候得见主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在这里到新约的时候，保罗的解释说，至于那已经睡着的人，你们不要太担忧。那睡着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说死，因为我们身体歇了，但是我们却是要在主里面醒来，这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醒来要醒在哪里？要醒在地狱的火湖，还是我们要醒在主天堂般在主的怀里的那个福乐？那我就心满意足。对，大卫就说：“我就无缺呢，我无愧，我无惧，我也没有缺乏。
以至于我还能给出去，而且我越给越多。我们要来看全人生命教育，我们有6大组，其中除了德福、乐龄组，另外一个就是安家银行组，是有史以来将近20几年我们协会最多个案的时候，可见疫情对台湾的影响多么的大。30几户人家需要这些食物。我们永成组长是一个很大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他固定请假去载物资。安家的物资就是每2个月会有一趟到新竹，它也是一个教会，那它的物资就会集中到那边。几乎像仓储一样。跑一趟还不够哎，到新竹哦，要跑第2趟。我们以为搬回来就好吗？搬回来才是另一个开始。送那个1919的食物包裹，30几户哦。在家吗？我们的文生长老今年70岁，他搬那么重的东西。他也是文生长老的姐姐，那更是70几了。我们的孙清长老。你为我祷告。我用口述的好吗？停一下，谢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以后这个会放在网站上。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关心透过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关心带导，而且有许多人需要许多的人的志工。我们的永成组长他不是只有来当出力，他还跟他的公司，我刚刚有讲他是很大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跟他的公司讲说，每一年你要做社会的责任捐献，可不可以捐献给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他的老板董事长说可以，你写案子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我们不同的关系，我们都一起来帮助这些有需要。永成组长他还特别这次下个礼拜，我们的博宴他也邀请这些30几户里面的其中的一些愿意来的，就跟我们一起来享受欢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英文这句话，你是我的宝贵，就是从今天4篇、17篇里面这句话来的。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就是主说，你是我怎样 ？You are the apple,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不管是谁，神都说
你是我的宝贝。我们来看看恩友，一群我们一般人摇头，但是神却看他们为宝贝，心系所爱。神也透过我们协会，只想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我？听见我内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告诉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请告诉我。如果你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我不会为你苦苦等待。如果你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我不会用性命来换。你可了解我，了解我，我因思念你心破碎。你可知道我，知道我对你的爱永不变。谁能听见我？了解我，听见了解我内心深处的呐喊。为你心破碎，可知道我？告诉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对你爱不变。恩友是一群属于比较弱势的弟兄姐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愿意服侍他的时候，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教会的爱，感受到耶稣的爱，感受到我们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爱，让他们活得更加有尊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也愿意参与在这个服事上面，让他们更加的在心灵上得到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大家不愿意接受的恩友，主也爱他们。主说，这些也是他眼中的同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像福村长老跟一群这样的志工，真的固定每一天跟我们同时间第二场礼拜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敬拜的话，你也可以透过今天很简单的我们协会的，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会员，甚至可以参加我们志工大队，帮助这些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人。这里有3个见证，有看到3个恩友都在半年内过世，而现在在我们教会这些恩友，他们口中一传一，什么？赶快我们来教会，我们要成为上帝所爱，安尼咱较好死。这么微小的期待，因为这3个在半年内，真的就是突然间，神就收了他的气息。神这么爱他们，这个有时候我们连求都求不到，可是这3位，他们现在都在讲，我们要来教会。甚至第3个那个见证，他是个小儿麻痹，比我还严重，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是他们兄弟之间最小的。他在我们这里很久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故事，直到他突然过世。顾村长老听到说他有办公祭，他就去参加他的告别，竟然是告别礼拜。原来他的原生家庭都是基督徒，
他们心系这过去几年来都没有看到最小的弟弟到底流落在什么地方。透过福存长老分享，才知道原来他的最小弟弟每一个礼拜到圣殿来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来敬拜神是这么有福气的事。愿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爱，享受神真正的福气，就是我虽然一无所有，或者是我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却有缺乏，对不对？我们缺乏那平安跟喜乐，对不对？愿我们享受在神真正的福气。愿我们眼睛透过神的眼睛，我们跟着神走，不是像这首歌曲说的主。刚开始说主，你跟着我走，不是主，我要跟着你走。愿我们的生命透过协会，我们对这社区的人说：来吧，你是神所爱的，来到神的殿中，神爱你。我们成为神的左手跟右手，就从今天你留下来参加协会。如果你是会员，如果你还不是，你明年就加入会员，或者是你现在就可以加入志工。我们需要一起向这个社区伸出我们的手，让他们被神来爱，因为神早就爱他们。我们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主，我要跟你走，不是主你跟我走。主，求神你来帮助我。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心里有股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因你是万王之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因你是万王之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是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谢谢你，应允与我们同在，而且你是公义，主你是怜悯，主你是信实，你是全能的主，主你已经战胜死亡，主我们跟你就对了。虽然我们曾经一无所有，或现在就一无所有，或我们一无是处，或者是我们一无所能，但是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有所有的福气的源头，主啊，你更是那爱我们的主，主啊，因为你的爱就带来我们完全的医治，身心灵的医治，主你就带来我们生命可以得与你和好，使我们有那永生的盼望。
主啊，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关头，主啊，我们睡着了，我们要醒在主你的身边。主，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你，主，我们就心满意足。谢谢你给我们有信心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不是只有今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就是要按照主你的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主，我们要去到这个社区，主，我们伸出我们的手，主，我们是你的左手跟右手，不是我们能，是主你是全能，你要我们去爱，使人真的在我们身上，他们所感受的这些，认识这位看不见的上帝，使他们有盼望，就像这3个过世的恩友，主啊，他们做的多么美好的见证。虽然我们可能在座的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主，谢谢你再一次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看我们为掌上明珠，你看我们为珍贵，你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你的同人一样。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凡是愿意相信他、信靠他，甚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最亲的家人，我们所爱的福音朋友，主你也爱他们，你拯救之恩临到他们，因为主你不愿意一个人成为，主你要人人都能够得救。主，因为上帝主你的爱，主使我们的生命活过来，我们不再是一个活死人。主，我们因着你跟你一起同死，主，我们就要跟你同复活。从今开始，我们的生命虽然有限，我们虽然一无所有，但我们一无所缺。因为我们按照主你的旨意说，施比受更有福。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去，从这里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回到我们学校，回到我们差派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去，主你就是光，你就是盐，照亮那黑暗绝望的地方，使那里有温暖，使那里亮起来，使那里有盼望，使那里有主的爱到每个地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阿们。我们今天的礼拜，华语礼拜就到这里。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家互道，平安，感谢主。我们协会会员到外面签到哈。